你来敬爱，小弟。哎呀，拜托你，小姐佢喊弟，给论公子就去买菜嘅，两人那係見面呢，很勇敢啥的。哎呀，是呀，见爱来的。论公子也回来。论公子啊，也为求小五面前啊。论是见过小姐，问唐公子高才，敢将公子的百鸟图上题用百鸟朝风，是种稀有百鸟，又会撇开百鸟两事。你啊，给不难。公子，请。喜爱百鸟，又爱撇开百鸟两事。天生一只又一只，三四五六七八只，风风好笑鸟好多，多见人见千万杀。小姐，请看。你係叫做賣菜嘅。你嗰隻比較對嘅啊！父親，父親，我將你交俾佢嘛。是啊，我將老佢帶過來，本唔看。我堂堂一個富家五，交俾佢賣菜嘅，豈不是有勇家門嗎？啊，對啦，你賣菜啊？不錯，你買菜為生。哦，我講也喲，你係要話個相干啊？論公子雖然有卡苦啊，但偏佢滿腹嘅經綸啊，係一擺結天我哋金榜題名啊！一個賣菜嘅能金榜題名，除非啊，計謀飛上天，列出幾遍。論來，唔記論來啊！父親啊，我嗌交俾佢嘅賣菜嘅，結果判地去嘛。可惜的可惜，小姐，你也給做了小國，缺欠一條龍啊！缺欠一條龍，乜解龍？所謂一葉眾目不識泰山，你呀受了風言龍。哦，你是講愛量唔多，一個煙太嘅前場嘛？愛看啊，你也中人係前推唔會講上名超嘅。你錯，人講嘅龍生龍，虎生虎，啊，佢係攞出嚟公司冇大苦。你罷了。哎呀，論公子啊，你呀有樣真有福，你呀年養牙妹，佢完全出無家教啊！啊，吃苦多，婚姻父母天，你就將婚姻就你一路天落去。我講啊，我係冇中意，挨媽冇中意，你學走咧。你到車人位不去遐，小心我高攀不起，多辭了。哼！論公子啊，論公子啊！哦，你兩個夢啊，真是見識斷了。乜解我見識到啦？我跟五姨講得不錯啊，賣菜界有乜嘅學識？你看，佢寫了乜嘅東西？喊佢寫白了，佢寫5、6、7、8，哼，真是有用斯文。父親啊，你看出嚟，小姐面嘅世上會有白鳥，又會撇開白鳥兩事。你看，也是種漂亮嘅
己就有朋友了。两死丫头，你点你嘛东西，哪里晓得给？是，係你笑，你就笑，遵命。唉，好不容易抢个才子来，本人人来对走去啊，更系闭门招亲，是不是典型笑话？唔会啦，还有一个人选，乜人啊？梁太人跟事业，你讲呐？好，你等一下，我抢佢出来。梁公子有请。言外本人小子，学生梁义干有礼。哎，咩见啊？干叫来拜见梁太官人啊！参见梁公子。学生有礼。真是命已天险啊！才不到今已是个，一出一来爱来访，灭下发祖送阴婆，此情此地浓，此情此地浓你做乜东西？哈？阿妹，你就对我自由，就请讲协算，这条船啊，在我嘅面前，俺样摇来摇去，摇得我头都昏咧。阿妹啊，扶我背风吧。好啦好啦，阿妹，扶你转来去，转来消防。小子，小子，哎呀，小子佢样办呢？冇事啦，本期了一下就好了啦。哎，梁公子啊，请你到前堂签错，我马上就去啊。学生告退。唉，有貌有才呀，嫌其卖菜呀，干家豪门嫌其长短脚啊。哦，咁阿样个实就好啊。诶，想下钱哦，下呢个论秀才，真可以做下个贤士啊。哎，小姑啊！你进来。来哩！少爷有何吩咐？小哥，今日若有先生郎，你看到哪张一定好？小奴无敌，我只知道马萨都并上论公子。哼，好啊，贵家人啊！小你一撒讲就错，来，老爷，我来拜托你，办一件事情。乜嘅事情？你哦，偷的去个呀，论公子的屋下，拿黑银100两本钱，你要讲，也是老爷哦，要赞助其读书，喊一拜，考中创年了后，喊佢来一五夫来娘钱啊！佢那係唔答應呢？哎呦，佢唔答應哦，你強，攞錢接本錢，順沙講，
伢手指的好处，总讲一句，你要想办法讲到佢答应。啊，什么人做这种事，请排戏啦！哎呦，我个排戏唔排戏，唔夹夹去啦！你也件事情，迄无人来判好，老也要处分哟。哦，晓得。好。太娘抢了，抢了，有何事啊？太娘，请问一下，问文氏公子敢去带的呀？你嘿，我去夫家来的。夫人爱，是记着太夫人呐。错个，请太娘自告。自告？奶奶敢老你自告啊？你得有太夫人公法行事。连孔子先生就唔敢自告啊！太娘，我很想家门问公子该去带的呀。论文是系卖菜嘅，佢卖菜之人咯，系贫且。佢就是个才子啊！菜好高卡高，也冇出头之人啦。太娘啊，你呀话就不对的。哪位不对？佢是对的个故事嘛。太娘啊！太娘，你讲话，你呀你不讨，你要讨别คน相逢，你虽是卖菜，农家。不你搞事嘞！唔过啊，你俩几话，堂弟就输送来呀，小姑娘，叫你来吧啊！太娘啊，还要来请问公子嘅，其他冇带的呀，我先到去走的。哎，你公子，哼，阿妹啊，我到咗嚟呢。你那去带的呀，今日就唔是走的。哎，慢来，
你啊去买菜喎，唔係夫婦你唔得。公公子，你开门啊！嘿，我係愛來請你嘅，有話要同你講。夫婦嘅事啊，我從此不過門，你走吧。我唔走，你唔走，用辦？我唔走，你那係唔開門，我就唔走。唔走，好，你唔走啊，你就喺門口等。哎呦，文熙啊，阿妹弟你給夫家輸氣，不過啊，佢將人趕出門外唔好吧？佢姑娘談吐唔會差哦，開個門講個名牌也好啊。這啊，有咧。閉門推出從前年。啊！天上地破水帶天，阿妹啊，記走咧。係呀，佢哦，我佢拍落一場，阿妹心中過意唔去呀。要唔過，阿妹啊，你看佢東西亂財，我跟你整天那便宜呢。我嘅水桶唔見睇咧。哎呀，阿妹啊，你看佢啲開水呢。哎呦，好一個上網嘅小姑娘，文熙啊，給我不管。阿妹啊，結果上網，佢富家嘅人傳的，佢富家嘅話，我冇想愛睇。太娘啊！太娘啊！我落雨咧，你家有洗衫褲，我留你聽數啊！哎呦，姑娘啊，我曬衫褲，就叫你落撇機吧。阿妹啊，姑娘，你肚多水冇啊？冇啦，太娘，來，你壓片草，壓片草。公子，給你就壓片草啦。給愛的啊，來起定就好。你啊，張義門就安排個妥妥當當，真是要犯下無主啊！哎呀，公子，你就好吃小愛的，愛不順你管理啦。哎呦，真是個有禮貌嘅小姑娘啊！哎，來啊，兩粒草啊！太娘，唔是，哎呀，你草就好嘞。哎呀好，既然啊，艾美按本氣，咁個事情你對艾美講，艾是因為吐書咯，失敗。老公子啊，公公子，姑娘啊，這文熙哦，打敗陣來，這是愛吐書呢，風雨不改嘅呀。給每日我有件事情。哎，你老愛講就好了呀，愛會來處理。文熙係個好字呢。錯噶，本人太師由阿妹做主，辦卡好。用板講啊，你還到了兩位提親嘅嘛？真係。你還來提親？本地嘅情事心歡喜，姑娘你緣多紅娘的。路家只有苗小姑，天台不
你自己来提亲的嘛？哎呀，唔是，俺要你干嘛？俺连想都唔敢想嘞。是俺小姐一时跟你去得罪了论公子，哎呀，偏偏得门前来费事礼。唔是歹势啦，人穷人哦，就该输切记啦。哎，太娘，你莫个讲嘞，夹夹回去吧，老身不送了。太娘啊，你赶快过想一下。阿妹啊，你都吵到有冇心好吐俗嘞？文熙啊，受过嘅事情，你自己去讲吧。姑娘，还是请你回去吧。论公子啊，我家小姐姐已经地臭嘞，特别是爱来老你排吹。哎，小姐啊，你一次太离，推伢小姐排吹，岂不是令在下爱作风嘛？哎呀，姑娘啊，给哦，你犯个心意，你心凉了呀。太娘，公子唔是爱，是我家小姐，几番几好你呀。三百九千江山乱，小姐眼的良魂，破瓜公子托冤子，来年可考比方顺，来呀，来年可考比方顺。姑娘啊，你看你不考俺穷啊，